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4，诗篇25篇20安尼讲：我的上帝啊，我平素倚靠你，毋通互我见笑，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夸口。三甲来祈祷，无互阮来见笑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、圣洁无瑕疵的上帝。你的话是真实，你的真理永无改变。主啊，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统管万有的活命主宰。你的智慧充满全地，你的权柄临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对古早到现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你是阮的上帝，是阮一生的所爱。主啊，阮的仇敌讥笑阮，对阮讲：恁的上帝伫倒落？主啊，阮平素倚靠你，求你毋通互阮见笑，毋通互阮的对敌因为赢阮来夸口。主啊，因为阮倚靠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